你有冇試過咁？當年月薪2萬嘅時候，你以為月薪5萬就會輕鬆，但當你真係去到5萬，又開始覺得如果有10萬就好啦。存款50萬嘅時候，你想100萬；當你有100萬，又開始望住300萬、500萬，甚至1000萬。但有一日，我突然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我而家真係有1000萬，然後呢？如果我問你，你想幾時退休，或者幾時達到財務自由？我相信你好快就會有答案。但如果我問你，如果你聽日就已經財務自由，以後都唔需要返工，你最想做嘅10件事係乜？認真諗一諗，唔好急住答。你有答案嗎？因為我發現一件好奇怪嘅事，好多人好清楚自己想要幾多錢，但卻唔知道自己想要一個點樣嘅人生。我哋努力咗咁多年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儲錢，努力追下一個目標，但到頭嚟，從來冇停低過問自己：如果有朝一日真係到達終點，我到底想做乜？直到近嚟，我睇咗一本書，佢令我開始懷疑一件事，或者我哋一直追逐嘅根本唔係錢，又或者講得更準確一啲，我哋以為自己追求緊錢，但其實我哋追求緊嘅可能一直都係另一樣更重要嘅嘢。而呢本書令我開始重新思考財務自由嘅真正意義，或者財務自由真正嘅問題，從來唔係你有幾多錢，而係當你終於自由嗰一日，你知唔知道自己想點樣生活？點解我哋總係覺得下一個目標會令自己更快樂？當我開始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，我發現自己一直都有一個假設，我相信只要達到下一個目標，我就會開心。學生時代嘅時候，我覺得等畢業就好啦，畢業之後覺得得到一份穩定工作就好啦，有咗穩定工作，又開始覺得收入再高啲就好啦，收入高咗，又開始有其他目標，買樓、升職、累積資產、建立事業。每一次都覺得只要再向前行一步，應該就會輕鬆好多。但慢慢我發現，人生好似唔係咁運作，因為每當我達到一個目標，好快又會出現下一個目標，好似玩緊一個永遠冇結局嘅遊戲。而最奇怪嘅地方係，我哋明明一直進步緊，收入比以前高咗，能力比以前強咗，生活比以前穩定咗，但未必比以前滿足咗。後來我睇到一個講法，令我印象好深。人生最危險嘅事情，未必係冇進步，而係永遠覺得自己仲未到達。因為當我哋將快樂放喺下一個目標、下一次升職、下一個里程碑、下一筆資產，我哋就會不斷推遲滿足感，總覺得等我再成功少少先，等我再有錢啲先，等我再穩定啲先，然後人生就會變成一場無止境嘅追逐。而 Die with Zero 最有趣嘅地方，就係佢冇教我哋點樣跑得更快。佢反而問咗一個問題：如果你一直都喺度追，你究竟想追到啲乜？我們都活在以後再說裏面。當我開始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，我發現一件比永遠覺得唔夠更有趣嘅事情。原來當我哋一直覺得自己未到達終點，人生就會不知不覺被推遲。我哋好少會直接同自己講我唔想做呢件事，更多時候我哋會同自己講遲少少先啦。例如一直想去旅行，但覺得等有時間先；一直想學一樣有興趣嘅技能，又覺得等冇咁忙先；想開始經營一個副業，就話等穩定啲先；甚至想創業，都會同自己講等準備好啲先；甚至有時候想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想多啲時間陪另一半，想做返自己真正中意嘅事情，我哋都會同自己講等忙完呢排先。而最有趣嘅地方係，每一個理由聽落都非常合理，因為人生永遠都有下一關。讀書嘅時候，我哋覺得等畢業先；畢業之後，覺得等到份好工先；有咗工作之後，覺得等升職先；升咗職之後，又覺得等收入高啲先。有人會覺得等買樓先，買完樓之後，又變成等供樓壓力細啲先；小朋友之後，又變成等小朋友大個先；等到最後，可能就變成等退休先。但問題係，人生好似永遠都會有下一個理由。而我開始發現，有時候我哋唔係冇時間，亦都唔一定係冇能力，而係我哋一直相信將來會有一個更適合嘅時機，一個收入更高嘅時機，
一個更穩定嘅時機，一個壓力更少嘅時機，一個所有條件都準備好嘅時機。但現實係，人生好少會出現呢個完美時機，因為當一個問題解決，另一個問題通常又會出現。於是我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人生最重要嘅事情永遠都排喺未來，咁究竟幾時先輪到而家？而 Die with Zero 最顛覆我嘅地方，就係作者認為問題唔係我哋有冇努力，問題係我哋一直以為人生有無限次機會，但事實可能並唔係咁，有啲事情其實係有期限嘅。而呢個觀點徹底改變咗我對時間嘅睇法。錢其實只係工具，體驗先至係目的。到呢度，我想正式講下《Die with Zero》呢本書。作者 Bill Perkins 本身係一位對沖基金經理，照理講佢應該係最支持儲錢嗰類人。但令我意外嘅係，佢提出一個非常反直覺嘅觀點。大部分理財書都教我哋如何賺更多，如何儲更多錢，如何令投資收益更高。但 Bill Perkins 問咗一個好少人會問嘅問題：你儲嚟做乜？老實講，當我第一次睇到呢句嘅時候，其實有少少被問住，因為我發現我一直都有設定儲蓄目標、投資目標、收入目標，但我未必有認真諗過，當我達到呢啲目標之後，我究竟想用啲錢換取啲乜？作者認為，錢真正嘅價值並唔係停留喺銀行戶口入面，而係佢最終幫你創造咗乜嘢。例如，如果你有100萬放喺銀行，但永遠都唔打算用呢筆錢，其實未真正產生價值，因為數字本身唔會帶嚟幸福。真正有價值嘅係佢幫你創造咗乜嘢。作者認為，我哋真正想要嘅從來都唔係錢本身，我哋想要嘅其實係自由、體驗、回憶同埋選擇權，而錢只係幫我哋換取呢啲東西嘅工具。而呢個觀點亦都引申出 Die with Zero 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 Memory Dividend， 中文可以理解做記憶股息。作者認為，有啲體驗嘅價值其實遠遠超過當下嗰一刻。例如你去一次一直想去嘅旅行，可能只係玩咗7日，但之後10年、20年甚至30年，當你睇返相片，同朋友講返當年嘅故事，回想起當時嘅感受，你仍然會得到快樂。作者認為，有意義嘅體驗同一般消費最大嘅分別在於，好多消費買完就結束，但一次有意義嘅體驗可能會陪伴你好多年。老實講，我已經唔記得自己5年前戶口有幾多錢，甚至唔記得自己當時持有咩股票。我相信好多人都一樣，但我記得5年前同朋友去旅行發生嘅事，記得我哋去過邊度，記得當時講過啲乜，記得當時有幾開心。而呢啲回憶，作者就叫做記憶股息，就好似投資會產生股息一樣，一次有意義嘅體驗都可能喺未來持續為你帶來快樂。換句話講，有啲投資回報唔係出現喺銀行戶口，而係出現喺你嘅人生入面。而呢個觀點令我開始重新思考一件事：如果人生最後真正留下來嘅唔係銀行戶口入面嗰個數字，而係我哋經歷過嘅回憶，咁我哋係咪都應該將一部分資源投資喺創造回憶上面，而唔係將所有時間都用嚟累積更多數字？但當我睇到呢度嘅時候，我心入面其實出現咗另一個疑問：如果真係照咁講，係咪代表我哋應該盡快享受人生？係咪代表應該使多啲錢？其實作者下一個觀點先至係全書最震撼我嘅地方。人生其實唔係只有金錢有限，時間同健康同樣有限。人生真正有限的不只是金錢。當我睇到 Memory Dividend 呢個概念嘅時候，我第一個反應其實好直接。我心諗，咁我退休之後再去旅行咪得咯，到時時間更多，又唔使返工，可以慢慢享受人生。但越諗，我越覺得好似有啲唔對路，因為人生好似唔係只有錢一個變數。作者認為，其實人生一直都係3樣重要資源之間嘅平衡：金錢、時間同健康。問題係呢3樣嘢幾乎從來都唔會同時處於最好嘅狀態。20歲嘅時候，我哋有時間有健康，但通常冇乜錢。40歲嘅時候開始有收入，開始累積資產，但時間就越嚟越少。去到退休之後，可能終於有時間，亦都有足夠嘅錢，但身體未必仲容許你做同樣嘅事情。第一次睇到呢個概念嘅時候，我真係停咗幾秒，因為我一直都以為
只要有錢，任何事情都可以留到將來先做。但作者提出一個我從來冇認真諗過嘅觀點，有啲體驗其實係有最佳時機嘅，例如旅行。好多人都會覺得退休先慢慢去，但20歲去同60歲去其實根本唔係同一件事。20歲嘅你可能願意搭10幾個鐘頭火車，住青年旅館，同陌生人吹水吹到凌晨。60歲嘅你未必仲想咁做，唔係因為做唔到，而係因為到時得到嘅感受已經完全唔同。又例如學一種新技能，學樂器，學畫畫，學一種新語言。唔係話年紀大就學唔到，但係如果你早10年開始，你可以享受呢項技能嘅時間自然會長好多。甚至連陪伴父母，我都開始覺得可能都有屬於佢嘅時間窗口。有一日，我突然意識到，我一直以為有啲事情只要有錢就可以做，但原來有啲事情除咗需要錢，仲需要時間，需要健康，亦都需要你正正處於人生某一個階段，而呢啲條件未必會一直等你。作者將呢個概念叫做 time buckets， 意思係每個人生階段都有屬於嗰個階段最值得做嘅事情。有啲事情適合20幾歲，有啲事情適合事業穩定之後，有啲事情的確適合退休先慢慢享受。真正重要嘅唔係所有事情都越早做越好，而係喺適合嘅時間做適合嘅事情。我以前一直以為人生最大風險係冇錢，但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開始覺得人生真正嘅風險唔係冇錢，而係當你終於有錢嗰日，先發現有啲人生體驗已經錯過咗。而最令我震撼嘅，其實唔係呢個理論，而係我開始問自己，如果真係有啲事情有屬於佢最好嘅時間，咁我而家有冇一直將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不斷留到將來？講到呢度，老實講，如果你而家問我，如果聽日就財務自由，我最想做嘅10件事係乜？我都未有一個完整嘅答案。我冇因為睇完呢本書就突然辭職去環遊世界，亦都冇打算將自己辛苦儲落嚟嘅積蓄全部花光。我仍然相信儲蓄好重要，投資好重要，規劃未來都好重要。但呢本書令我意識到，原來我一直都好努力規劃未來，卻好少認真規劃過自己真正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。呢個發現其實令我有少少意外，因為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係一個目標好清晰嘅人。我知道自己想增加收入，知道自己想累積資產，知道自己想建立一個更穩定嘅未來，甚至知道自己想喺幾多歲之前達到某一個財務目標。但當我開始認真思考，如果有一日我已經唔需要再為錢而努力，我會點樣生活？我反而開始猶豫。最近呢段時間，我開始花更多時間經營 YouTube， 創作內容，開始嘗試一啲未必最有效率嘅事情。如果純粹計回報率，將同樣時間放喺工作上，收入會更多。所以以前嘅我可能會直接揀收入高嗰條路，但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開始懷疑人生係咪所有事情都應該用回報率去衡量？有啲事情可能而家做比10年後做更有價值，有啲體驗可能而家經歷比將來經歷更有意義。而呢個正正係 Die with Zero 最觸動我嘅地方。佢冇叫我停止累積，亦都冇叫我放棄規劃未來。佢只係提醒我一件事：當我一直努力為未來做準備嘅時候，唔好忘記人生其實已經開始咗。老實講，我到而家都未知道究竟幾多先算夠，但我開始覺得，或者真正重要嘅唔係即刻知道答案，而係開始問自己一個以前從來冇問過嘅問題。人生唔只係問我仲可以賺幾多，更重要嘅問題係我打算用呢啲錢換取一個點樣嘅人生。如果有一日我終於達到自己心目中嘅財務自由，我希望到時候我唔單止有能力選擇，仲知道自己真正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。